民航局证实，国内航空的这个燃油附加费确定要起低度起到美金45块，大约是大票1400块；长度起到美金117块，大约是大票3700。真正影响到石化原料供应，这塑胶大欠费。行政院长对应台罗南去视察中油，希望原料经生产供应链也会稳定。检方继续追查艺人闪做兵艺人王子承认犯案，找人制造假病历。去年到单呢，已经抓到19个艺人闪做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东战争造成国际油价拢伫咧起悬，交通部民航局在今仔日证实，这国际航空燃油附加费确定要起啊！这低度的呢，对美金的17块半要调悬到45块，大约是大票1004块；那长度的呢是起到美金117块，大约是大票3700。若讲到这国内线的航班呢，达条航线差不多是起大票97块。若外岛的居民呢，会用这民航作业基金吸收，按算4月7开始实行。前面这廉价特别高压机场有真侪旅客准备出国旅游，不过因为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油价大起。已经有不少航空公司宣布要调悬燃油附加费，未来买机票会变贵，让不少旅客花季在袂掉。肯定的，尤其是我们在两岸跑嘛，像我3天前回来，机票已经涨到了单程2750了。希望政府说有随着油价来降低，回归到基本的那个价钱。我们近期也都已经提出了申请，那或许会在4月初会有一波正式的公告跟调涨。那希望这个旅客各方面大家能够共体时间。这阵欧洲航空、纽西兰航空等早2、3月中都调悬过航班票价，起价幅度差不多2至3成。国泰航空嘛，为4月开始调悬燃油附加费，以长程航线做例，调悬到美金200块，差不多大票6300。有立委关心国际航空的燃油附加费是不是原来的调悬？目前为止有没有针对燃油附加费，我们国际航空要调涨的一个规划？那要看它原本的票价，假设3万块，那它以长程来讲的话，是调整45.5块美金。交通部民航局证实，国际航空燃油附加费嘛要调悬，低程航线每人调悬到45美金，差不多大票1440；长程航线调悬到117美金，差不多大票3700。一定4月7开始有效。若是国内线机票，预估每一条航线平均调悬大票97块。我们计算出来的话，大概就是每条航线会不一样啊，大概是平均大概是97块钱。民航局讲，国内线部分针对离岛居民，会由民航作业基金吸收，也已经请航空公司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公布相关资讯，让旅客、旅行社、货物托运人甲货主知影，先尽公告责任，减少消费的纠纷。记者采访报道。中东战争影响到这石化供应链，国内塑胶包装品拢起价，而且佫欠货。高雄呢，就这早餐店无要提供塑胶盒啊、塑胶杯啊，请消费者呢家己炸蚵仔、炸杯啊来抵这豆冷。若家己呢要这便当店鼓励民众家己炸塑胶盒啊，会当退2块。另外，中华要这肉丸店讲这塑胶盒啊原料成本拢有增加，宣布物件要起价。若行政院长杜永泰有去视察中油的高雄林园石化厂，强调政府已经启动紧急应变措施咯，这中油4轻提早开炉生产塑胶原料，也协调这的通路业者稳定供应，要让市场伫咧上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排队的人潮内面，有人手提环保杯啊，有人是炸碗内底。过去这种状况无算济，但是7月过后会变作一间早顿店的常态。最近国内塑胶包材起价阁欠货，业者公告讲无要提供塑胶盒啊和塑胶杯啊，消费者家己准备容器内底。是有风声说免洗餐具的部分会短缺啦，会短缺，只是说跟客户先告知一下。对啊，就要自己带了，就是怕忘记呀。含小食店这店家买无塑胶包材，呼吁民众家己准备。家己这间便当店，鼓励家己准备塑胶盒仔的人客会当扣2块。买一个便当就是退2块，退2块给客人。你要自备塑胶袋。中华有名的肉丸店是宣布调起，肉丸逐粒起5块。塑胶，塑胶袋啦，那个丸啦，盖子啦哈，那个什么酱油都有涨。
塑胶包材欠货是冲击到民生市场，中央启动紧急应变机制，中油4轻力改厂是提前投入精选以稀，消透下游厂商的压力。另外协调20间包材业者和大卖场优先供货予小商家。4轻的这个厂开始之后，我们就能够从每个月的6.9万，6万增加到7.9万，甚至到8万，而且依照中油的规划，5月份应该还有量可以增加到9万。行政院表示，讲中油按算4月会当增加1.9万吨的以稀来供应，5月有希望有关到3万吨，嘛含台塑、台化这大厂完成产能分配协商，还有地方政府启动敦化和乌白起价联合稽查，希望全力来化解这波的塑胶落价之乱。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和伊朗对外放出战争可能会结束的消息，刺激到这美股、亚股贵的反弹，台股收伫咧33,174点，起1451点，是台股收盘有史以来第2低。咱来讲到这台积电呢，是收伫咧1855块，起95块，也是有史以来一日起上低。不过专家是认为讲，也是爱看这中东局势，才有可能这一阵仔呢，这股市有关的起起落落。放射中东战争有可能结束，无奈美国强烈反弹，亚股也对得起。七日韩国气势惊人，收盘大球8点44趴，一股大起2675点。台股开盘31,892点，上悬33,182点，收伫33,174点，大起1,451点。毋那徛回季线51线、12线，也阁创台股史上收盘第2大起点。台湾而言的话，就是大型的电子全指股领涨的状况之下，包含像是原先的一些强势族群，像是光通讯然后低轨卫星，那甚至包含记忆体，今天表现都相对强。美国、伊朗之间可能出现和谈的契机之下的一个情绪面的转折，造成这样的一个大幅反弹。回神带头起的电子宽达股台积电以1840块开出，最后收伫上悬1855块起95块，写台积电史上一天上悬收盘起的金额。无奈台积电股价行悬，千金高价股也拢起价，带动多头氛围。伫这波中东战争受惠股内底，塑胶工业类股的台塑收盘起1.63%，南下起6.49%，航运类的长荣起2.5%，万海起3.5%，油电燃气类股台塑化起1.08%，台气电也起超过1%。不过4月7日台湾上市类股伫普遍拢起的状况之下，今日自转工业类股3.1%。中东的战事和缓，油价也慢慢的下来。那么这些所谓的战争概念股股价恐怕这个会出现回档的一个走势。专家预期3月、未暗以过4月有希望反弹，不过要观察美国甲伊朗是不是会谈出和平方案，市场可能会对和平条件出来来回回。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电子入境卡甲台湾改做 China 台湾，咱的外交部出手反制啊！要甲这台湾电子入境表内面的韩国改做是南韩。即摆有风声讲呢，韩国去方面愿意退让修改电子入境资料。外交部长林佳龙今日表示，予韩国一寡时间，台湾万请反制。韩国电子入境卡甲咱台湾写做中国台湾，引起风波。外交部进前讲要来反制，讲韩国若无正面回应，自4月开始，咱台湾的电子入国登记表会甲韩国写做是南韩，这互南韩即马赶紧打动对台湾让步，拍算要甲有争议的这价甲台复调。外交部长林佳龙证实，韩国拍算要来修改电子入境的资料，咱这边嘛会暂时按下。台韩之间的来往特别是民间的交流非常的多那我们也期待双方政府秉持着平等跟相互尊重的原则来积极的促进两国的交流跟合作。台湾最近启用打压的，毋那这件代志。郭培良3月主办 WTO 世界贸易组织第14届部长会议，嘛打压台湾的地位，互咱这边自2001年出席以来头一摆袂当参加。在野的立委认为，外交部爱较强势表达立场，捍卫国家的尊严。林佳龙回应，嘛受掌握会议的状况，毋过袂当互打压台湾正做是惯例，未来会有应用的做法。以后要主办这种所谓的部长级会议的国家。在申办的时候就必须对台湾承诺，
不能有任何矮化，好，对我们差别待遇。我们就是在 WTO 里面，我们就是台澎金马关税领域。那即马风声洪都拉斯希望甲台湾国交立委关心进度，甚至会邀请对台湾较友善。洪都拉斯新任的议长赞布拉诺来台湾访问咧，林佳龙表示，包括洪都拉斯新任的总统阿斯夫拉，佮因迄边真侪民意代表，拢支持甲台湾国交。外交部嘛甲因迄边的政要维持密切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清明连假特别高啊，桃园机场公司预估4月初2到初7这所运期间呢，总旅运量会超过92万人次，初3一天可能来到16万2千人次，创下清明连假历史新高。机场公司也呼吁旅客上好是提早3点钟到机场。这航警局除了本地安检警力以外，也申请替代役男来支援。大行李伫咧柜台排队报到，清明连假就要开始。同国际机场疏运期间，总运量估计会超过92万人次。其中4月初3是出境的高峰，一天的运量有可能会到16万2千人次，将做清明连假港期的历史新高。你今天是要去哪里？今天到冲绳。那觉得今天安检的速度呢？速度快，跟我2个礼拜前差很多啊。大哥，你觉得那个安检的速度怎么样？很快。很快哦。那你今天有提早来吗？提早来？已经提早了啦。早点进去逛逛嘛。因应连假疏运和安检较顺，航警局除了原本建立的安检警力268人以外，也申请46位替代役男来到3工，提悬辅助安检员人力100位，增加安检的量能，协助一日航下安检线旅客，正多加行李复查之外，无干涉公权力的工作，希望达成安检线规工满线全开，服务无中断。清明连续假期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因应出国人潮，除建制警力外，另向役政司申请46名替代役男协勤，另有辅助安检人力100名。因为安检仪器的整备，航警局讲已经伫咧假期进行就顺检过，包括电工行李检查仪、金属感应门、手提式的金属探测器，拢保持正常运作。要规划预计进行各种紧急的应变机制，要协调厂商，请因派人伫咧现场驻守，准备相关的零组件，和设备会当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方面特别到为水利署希望讲，这河水呢，拢落伫咧水库落较济咧，今仔开始就做这人工水河，一声就用4种方式落去水。迄若气象署是预估拜六的时阵河水上界高，水利署也讲会看这落雨情形，针对石门水库依然的开启启动人工水河。3、2。早起8点，水利署人员伫台南的下南化水库边实施地面验测，现场出现白烟。天气预报显示，方面特别高压有希望带来丰富的雨量，所以水利署启动6空联合人工政务作业，展开抢水大作战。新竹下晡日水库同步启动人工政务，包括为地面发射高空验弹，还有无人机吊挂验条。同时，国军今年嘛头一届参与空中政务，空军第6联队出动C-13栋运输机，载运清水桶飞到指定的关度，拍开舱门破清水，和雨水相帮增加雨量。今天因为这个时机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实施了跟国防部一起来实施了4种的人工增雨。那包括国防部它有飞机的空中的人工增雨的作业，石门水库以南就是桃园以南，只要情况许可，我们都会来实施这个人工增雨。水利署即届用4种人工政务方式，针对仁义潭、三文、南化，抑个架线水坝燃放地面验测，保日水库采用无人机释放政务剂，也该发射500公尺验弹。仁义潭水库共款发射500公尺验弹，也是空军伫点苗甲界以北的空隙，飞机飞到12000至13000英尺进行高空人工政务。气象署预测初4儿童节受到风面影响，雨会上明显，台南以北的落大雨。清明时节就是雨势一波一波，未来1个礼拜整体来讲是有2波的锋面，那尤其是以4号这一波的锋面影响是最明显的。另外，因为方面向东偏山也甲关山气温水汽有够，玉山落4月雪，玉山气象站观测到为早起11点半开始落雪，外面看到白雪一直飞，看伫气象站变作银白色的美景。记者采访报道。
讲到台中丰原的丰坑畜牧场，今年初时阵发生 H5N1 禽流感疫情，这省份的业者含员工，还有提供土地带死鸡仔的地主等4个人涉嫌暗砍疫情，甲可能带病毒的技能卖出去。检方今仔日侦结，依照违反废弃法、加重诈欺处罚等罪嫌来进起诉。那台中市政府已经甲这业者罚118万了。黄色的封锁线甲场区的外口规个围起来，现场已经暂停营业。台中市丰原区丰坑畜牧场今年1月底爆发 H5N1 禽流感，省份的牧场业者涉嫌暗砍疫情，佮找2个员工，甲这病死鸡仔待伫场内含细岩的地主的土地，佮交为着病人卖出去。台中地检署查伊情节，甲4个人则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刑法加重诈欺处罚等罪嫌起诉。认定云姓被告及其2名员工所为，均系犯废弃物清理法及刑法加重诈欺取财等罪嫌，另地主严姓被告则系犯废弃物清理法罪嫌。云姓及严姓被告2人涉案情节严重，均建请法院予以从重量刑。检方指出，这省份的业者是找细单细粒的员工，将2359只病死鸡仔凊彩台，佮继续卖1440斤含650粒的刷装卵，拢总诈处75820块，而且有鸡仔的尸体含2坐公车的状况。另外，省份的业者因为才拄开45万，买2家行了去，而且为着保有动物福利标章，要求员工对外公法拢爱统一，行为是真恶质，警察法院将当来量刑。该厂因未主动通报疫情，已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裁处新台币100万元，聘雇未具兽医师资格的人员进行注射作业，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已裁处新台币3万元。未依死废畜禽处理计划书办理的部分，已依畜牧法裁处新台币15万元。台中市政府表示，讲丰坑畜牧场是涉及暗砍禽流感的疫情，佮请无兽医师资格人员来遮注射，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和畜牧法，已经重罚118万，内面有103万是还未纳。业者向农业部提出诉愿当中，说落来若要服用，必须完成消毒、净治、采样、解除动物耍动管制这等事。记者综合报道。南投要起焚化炉，今举行自改宽屏第2届范围界定会议，上百名的民间向反焚化炉自救会成员，也个环保团体伫现场和警方发生冲突。因是批评县政府经这种时间开会，就是趁农民拢伫咧满营，无用通来。地米甲金纸是夜甲夜夜卖，民众大声抗议，警方提出2公尺悬的烂十网来保护主席台。争议不断的南投县焚化炉兴建案，初一举行宽屏第2届范围界定会议，现场冲突的气氛真紧张。上百个民间乡反焚化炉自救会成员甲环保团体，这期会议定数有问题，甲维持秩序的警方爆发几啊届的冲突。前立委现任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理事长陈昭华突破封锁，冲起的主席台，随后警察带走。很遗憾，沦为帮凶，警察竟然是伤害人民的帮凶。农民甲民间乡长批评，县府率先伫春地采收的期间，向连续2天召开范围界定的会议，地点佫选伫南投市，是利用定数暴力来欺负乡民。阮民间是农民，好欺负，还是安怎？阮今日站出来是讲，阮为着阮的生存权。这个是非常针对性的，而且你看上一场的会议到这一次的会议，才短不到2个礼拜，你又要连续开2天，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欺负民间人了。南投县环保局强调，民间乡无适合容纳上百人的开会场所，才会选伫南投市妇幼馆开会。连续2天的会议，就是希望和农民有选择时间参与的阿所米，会当充分表达意见。那民众这2天就可以选择1天自己比较有空的时间可以来哈。如果我只定1天，如果那天有事，他反而没有办法来参加。就算没有来开会，只要各位提的书面意见，我们都会纳入评估。反焚化炉自救会表示，本所处理袂当干那用一个方案，应该甲源头减量资源。存款等方向拢纳入去评估，佮提案定选所在，后续因会伫会场外大饼仔过暝，被控证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小港有一间国中，昨发生讲这教室天幕顶头的电风扇来飙起，红叶仔的油啊就喷出去，造成2个囡仔目睭无爽快。经过治疗，目前已经是无要紧咯。学校表示讲，这电风用要10年啊，将有可能是叶仔拆去，才会造成意外。目前也会检查校内电风，若真有问题，也会甲换掉。
地座所伫娘顶悬塑胶风夹配上铁的外壳，电风头会当360度转势。这款旧式的电风，即阵已经真少快。高雄小港一间国中目前也有2间教室是斗这款电风。不过31下晡，一班国3学生当咧教室做酸甜志愿的线顶模拟，其中一支电风因为风夹吹气失去平衡，劈到外沿的铁棒啊，规个脆了了。虽然学生囡仔听到头壳顶有怪声，都先跳开，不过也是有2个囡仔目睭无爽快。火山自愿巡田，我们是在电脑教室，那他还没有及时去做处理，早上来的时候，护士阿姨有帮他再做一次处理，然后就是建议他去眼科医生去看一下，因为他可能有去揉它了，所以说他可能有一些，可能是轻微的结膜炎的那种状况。因为受伤学生大部分讲教室电风爆炸造成外界误解，校方特别强调，不是爆炸，是风夹吹气。这是学校头摆发生这种意外，除了针对2间教室内底共用的电风进行检查以外，嘛，甲海气的迄支先换做这款新型的电风。电气行业者也建议要紧换掉，因为这款电风用愈久愈危险，一个无拄好就会规个落落来，亲像不夹片的会地柱共款。以前就真的遇过没有锁好的，还有就转到一半飞出去的，也有没锁好，或是说因为有些校舍很久了，它的螺丝就松脱了，它整盏掉下来的也有。学校表示，2位受伤的学生拢无啥要紧，这款旧式的电风大概使用10年啊，拢是斗伫咧专科教室，一般教室拢已经换新型的啊，落尾会全面换新，避免类似的意外搁再发生。记者看到朱库超用高雄场报道。海巡署南部分署昨暗发现讲房山外海有渔船啊，不过这船顶的发布设备自动辨识系统却是发出中国籍渔船的信号，也因为这牵涉到中国渔船掠过界的问题，海巡署就派一只 PP3559艇去到现场，发现讲是一只琉球籍的渔船，当场就甲因宣导讲袂当用这款的设备。琉球籍渔船参与险前一暗伫房山西边7.9海里作业，船顶自动辨别系统 AIS 却发送中国大陆籍渔船信号，海巡署南部分署马上派艇去，证实是船顶发送，马上宣导免阁使用或者是开启。船顶本人伫海上作业无法度知影伊回应，当地渔会拢宣导爱注意 AIS 的设定。这种问题敢有定定会拄到啊？对吧？好像很久没有这种问题了嘞。看船主这摆了，看伊说法，即摆无了解说法。AIS 是避免船只弄到，确保航行安全的装置。外界推测真可能是船只用中国大陆籍 AIS， 佫无该设定。渔业署表示，依法中华民国船拢爱装 AIS， 政府提供2万补助，若补助免用中国大陆籍，不过若自费就无受这个限制。船舶要自己去购买，他要购买哪一个品牌，他自己去决定。他就是要自己去改变那个里面的设定啊，不要大陆的号码就好了。那渔船发送中国大陆渔船信号，真可能牵涉渔船外界问题，渔业署也呼吁船长要特别注意。东港这边远洋近海的几乎都不会用到大陆制的这个卫星那个讯号系统。参与信号专门是掠创啊机鱼顶，海巡署南部分署指出，这摆底站出现中国渔船信号，毋是船只实际身份变更，或者是异常跨境行为，后续配合主管机关就是毋是违规行为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查甫人讲到做兵的时阵呢，有讲袂完的话题，不如搁这嫌做兵的艺人继续伫咧逼。检警今去继续敲，甲这艺人王子屈姓约定9个人躯体到案。伊是承认讲呢，有透过朋友介绍，专门找到这偷走兵的集团，尚无开30万制作血压有问题假病历。经过检方复审了后，50万交保。对去年到单呢，这艺人陈碧林、邱杰凯，还有 Energy 昆达含这届王子，演艺人员计共有19人嫌做兵。正因为感情风波影响当场的艺人王子屈胜益，真正掂一阵啊，但是即马佫陷入负面的争议，即摆是涉及嫌做兵。花多少钱逃兵啊？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粉丝说？双手封扣起来，躯体到案。虽然王子伫镜头头前捌讲，伊因为家族的遗传病史免疫，但是即摆互带转去精神。伊承认朋友介绍伊找险做兵集团，开至少30万，加做血压无正常来险做兵。经过检方复审了后，是以50万交保。花多少钱闪兵啊？提供你天线的。
孟青小开放嘛，伫约谈的名单内，检警扩大侦办毒兵役的案件。搜索行动是来到第4波，在以大动作拘捕9个人。对去年5月第1波行动甲打，嫌犯拢是找以单志明为首的闪走兵集团团员。我很谢谢今天的检察官，让我直接面对我年少时候所做出的取巧荒谬的选择。警察破涉案的演员和艺人，有陈柏霖、王大陆、修杰楷和 Energy 的昆达等人已经被起诉，陆续出庭来受审。迄当阵风波当在烧的时阵，金正影第440是家己到案来说明，但是检方控诉讲，伊是听到杂志的风声，惊讲红区提才会现身，而且讲到案情是乌龙蛇岛，敢若先前讲有互因30万，所以认为找枪手来代切血压，和自首的要件无符合。检察官阁批评讲，伊为着要脱罪，企图用公关的操作。甲道兵的行为包装做是防诈骗，烦恼阁讲一堆伫咧编，态度是真歹。因照涉犯妨害兵役甲起诉，而且警察将中量处2年半以上的徒刑。另外，共款家己到案的艺人阿达拉和董金光，检方是持续在侦办。道兵的案件连续一直红逼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国防部和内政部已经伫去年大幅修订体位区分的标准。本地这个月就要上路，但是因为有16个行处引发民团的异议，官方拼顶半年来实施，但是这摆加上王子演艺界的查甫明星，涉及道兵的加起来已经19个。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4月初2是社工日，台北社工工会公布调查，北到8成社工拢有过劳情形，甚至有25%的人半年来捌因为这工课因素去看身心科。工会也是工会含这立委是做伙来呼吁政府，就要检讨这评鉴制度，减少行政负担，也要建立愈全面的心理健康支持资源，为这基层来建这个靠线。拜4是社工日，是肯定社工伫第一线辛苦付出的日子。不过拜3，台北社工工会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提出一份针对台湾社会职业安全心理卫生状况调查。调查显示，有半8成社工拢过劳，甚至超过25%的人伫半年来因为工课因素去看身心科。近8成的社工处于过劳的状态。调查结果有78.18%的社工处于中度以上的过劳，其中近5成属于重度过劳，约等于每2名社工就有1名处于重度过劳的状态。除了过劳的比例较悬，工会调查嘛显示，即卖政策、社会对社工的期待等等的制度支持力评分，干那28分，根本都不及格。立委强调，检讨的制度唔通干那听学者专家意见，嘛要采纳基层社工的声音。在检讨的这个机制当中，一定要去纳入基层社工的声音，不能是只有坐在办公室的专家学者的意见。这个检讨必须要纳入基层社工的声音。我们的社会可以给我们社工一个合理的期待，跟看见我们多元的角色。因为我们社工像最近啊，很多人就说社工这份工作就是要爱心。老实告诉大家，这份工作是靠我们的专业，不是靠我们的爱心成者的。立委甲工会讲，社工的过劳甲欠缺制度支持力，唔那是个人的问题，嘛会牵连到规个社福体系的稳定。工会甲立委呼吁政府，要检讨即卖的评鉴制度，减少社工的行政负担，嘛要建立愈全面的社工心理健康支持资源。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南马县政府顶日才宣布讲要增加学校行政人员的员额，在今日佫再宣布要替规个南投县的基层警察呢加薪水，依照勤务的辛苦程度、危险性，抑佫有专业性来甲分做4级，上悬逐个月会当加5820块。警察的勤务真重，抗议的现场会当看到警察咧维持治安，普拢是民众有问题来找警察。佮加上爱掠贼仔，伊也嘛爱零检掠啉烧酒赛车的人，为当时嘛爱配合咱中央做大规模的扫污。警察遮辛苦，南投县政府宣布要提高咱警察的薪水，增加加级，而且对3月份就开始做。甲即个勤务的繁重，甲较轻松的把甲分别出来，上悬会当到3880块。本案会当受贿的人数也高达1230个人受贿。南投县政府表示，增加勤务重的加级，还佫有刑事加级，有分4级，要互较危险的行径会当摕到较多的加级，上悬每个月会当加5820块。警察知影要加薪水，大家拢真欢喜。阮是做外勤的工课，
啊，一般的巡逻啦，吼，比赛啦，吼，人员的押送啦，吼，啊，甲拘留所的借付啦，拢有足侪嘿，加薪吼，互阮有对生活上吼，加减拢有一个帮助。你大概知影你会加偌济？应该有几千块啊，我要扛起来买厝。警察是治安上重要的风线，警察嘛是24小时咧做工课，勤务有风险性，啊，佮专业性。长时间的压力真大，官府甲咱基层的警察加薪，警察拢真欢喜，因的辛苦总算有实质的鼓励，毋是只口头咧学乐尔。记者洪英修立达报道。行政院对4月13开始要开放厝内面有12岁以下囡仔，就会当来申请外籍劳工协助摇囝家庭。今仔日伫立法院的卫权委员会，就立委质疑讲，干那薪水较悬的家庭请会起尔，也惊讲会影响到台湾本地灵母。劳动部长洪新汉是强调，外籍劳工无法度取代专业的灵母，这个政策也是甲即卖制度互相来配合的。行政院进前宣布，4月13开始，有12岁以下囡仔的家庭，就会当申请外籍劳工来协助育囝家庭。不过有立委烦恼，这个政策会冲击到国内的灵母。啊，那劳动部部长是回应，外籍劳工无法度取代在地灵母。政府的政策现在已经简化到，只要有人看小孩，啊，让大人去工厂或办公室上班，就是成功的政策。啊，至于小孩照顾得好不好，那本国保姆有没有饭吃，都没有看到具体的解决方案啊。他的健康照顾，好，甚至是这个他的发展的支持，就是小孩的早期发展的引导，那甚至也包括一些亲职上面的顾问，或者是亲职上面的协助，这些工作当然是外籍帮佣无法做的。另外，立委林淑芬是批评这个政策，干那薪水前20%的中产家庭请会起，质疑是阶级政策。啊，那劳动部回应，放任规定是希望针对无同需求的家庭，在政策上提供无同的协助。这政策是不是阶级政策？跟委员说明了，第一个，其实对于整体的相关育儿支持相关的政策，这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政策组合。不要讲育儿啦，连家庭帮佣都一样，他抢走台湾人帮佣的工作嘛。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需求，我们会规划不同的政策。另外，针对外界希望做的外籍劳工薪资长期评估，劳动部部长是讲，这个政策对去年开始就有做准备甲配套，毋是从旁决定的。劳动部部长嘛强调，开放外籍劳工是要互家庭加一个选择，甲即卖制度互相配合，减轻育囝家庭的负担。记者吴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有民间团体今日开记者会，批评这少囝法和政府资源藏唔到所在有牵连，讲政府补助至少预算，但年一个增加，10年前的150亿，到今麦已经有1200亿咯，囡仔却是愈生愈少。民间团体是认为讲相关的补助资源应该对囡仔行，也批评政府甲经费补助伫咧教育资源无对源头补助，也就是爱增加补助家庭的预算。囡仔愈生愈少，有民团惊若是继续落去，未来儿童节可能会无儿童。拜二召开记者会，批评少子化和政府资源藏唔到所在有关系。虽然台湾理小预算年年成长，对10年前的150亿预算到现在已经来到1200亿，不过父母也是唔敢生。民团认为现在托育政策对家己带囡仔的家庭无公平，颠倒是送托育中心的家庭补助领较济。25%的家外送坡，却拿了68%的国家整体少子化预算，那在真正在家里面自己带孩子的75%的家庭，却只拿了32%的预算。这代表着什么？人多的那一边，政府反而投注的非常少。另外，民团也指出，目前低消总预算占 GDP 2%，无到 OECD 国家的6%，其中的教育占总预算的75%，福利16%，不过健康干那6%，甚至发展干那0.6%。民团质疑政府把所有的资源拢放伫咧教育资源，不过却无对源头增加家庭的相关预算。从政府自己的收支报告来看，它其实75%还是放在教育，可是儿童发展的这个教育经费，实际上它真的落下去，它是落在学校。
那其实并没有真正落在育儿家庭的部分。那我们期望的是，政府应该要重新编列预算的时候，第一个是增加的部分应该放在育儿家庭的支持这件事情上。民团呼吁政府补助爱转转来父母的心上，和补助对囡仔行，莫让生囝变做沉重的家庭负担。记者台转林玉凯台北报道。年底要到合一选举，确实有人开始跋这选举脚路。婚姻地检署和警方抓到国内头一个9合一选举虚拟货币跋筊案，也抓到2个脚卡。初步调查，这脚卡是用稳定币去兑赌，已经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和刑法的跋筊罪，移送婚姻地检署侦办。也那呢，因为这个网站是设置的 IP 是设置的境外，会继续扩大追查。2026年9合一选举还阁有8个月，啊，毋过最近北港分局的警察伫网络巡逻的时阵，就发现有人创造成立去中心化预测平台，用年底选举来输赢，下民众落虚拟货币落去兑赌。本次查获的赌盘，甚至出现了1赔20的高赔率。那假设我们下注的政党获得最多的席次，成本是0.05元。如果预测成功的话，可以获得20倍的报酬率。警察讲，这网络平台 IP 位置伫境外，因利用区块链的技术，互缴卡透过个人的电子钱包，也有甲美金相搭的稳定币去兑赌，用去中心化无总管设定赔率的方式，嘛采用即时的订单铺的交易机制。经过警察也个婚姻地检署追查，查到2名缴卡移送法办。卢姓及同姓2名被告以虚拟货币进行下注，这个会构成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以选举作为标的的赌博罪嫌。婚姻地检署讲，这嘛是今年头一摆用今年底9合一选举来销售虚拟货币的跋筊案。啊，那警察会阁继续追查幕后开搅拌的人到底是倒一个犯罪集团，嘛呼吁民众千万唔好去跋筊加火了，10支镜头啊跋了。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的控照税本底是1栋30块，旧法规按说明年1月到期。县政府最近预告新的宜兰县控照开采特别税自治条例草案，这新法呢打算要把这控照税提升到1栋50块。新法也是头一届规定税收爱拨一定的比例用来回馈矿区，而且来建设维护景观，按说明年1月施行。宜兰东圳公司争取要增设3公顷的矿区，开采灰仔土加石石矿来做阿蒙头的原料，却引起大东乡轮边部落民众反对甲抗争。业者是一直争取沟通的机会，不过宜兰矿业开发的挑战唔那安尼，县府建议要将矿照税对30块提高到50块。就同一个矿山花莲收的每吨金额跟宜兰县收的每吨金额是有差距的。可以征收的特别税应该要考量到市场的衡平性，所以呢，今年才会从30元，我们未来要调到50元。因为旧法明年1月到期，县政府预告公告，新的宜兰县控照开采特别税自治条例草案，新法除了条县固定的税金金额，嘛是全国唯一针对业者乌开的面积，每平方公尺扣20块的控照税，希望会当维护县内环境。盐一样，你盐巴一样，你盐巴涨价，每个人涨价不是我涨价啊，都是每个人都在用啊，对不对？有采矿的业者表示，矿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税收若增加，到尾嘛是会等于消费者的身上，尊重政府的决定。地球公民基金会嘛认为，县政府定新的法案应该规定，部分收到的税金爱用在修复环境，也是开发环境顶工课。它其实是可以固定一部分去用在挖矿的这个环境整复的外部成本。县府表示，新法经过县议会、财政部审查通过，明年1月实施。这届新增加的条文规定，收到的税金爱提拨一定的比例来回馈矿区所在的乡镇公所，用伫建设甲维护景观的使用。不过，财政纪律法有规定，条文袂当编列固定回馈的金额甲比例保障。这部分的法条，佫需要财政部审查同意。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内亚大楼已经趴远20年了，因为这建筑结构老化，也有公共安全的疑虑。台南市工务局找伊强制拆除，不过这大楼的政主委就出来批评，讲这市政府拢无含因参详，到时阵若是强制拆到7楼以下，伊会跳出来抗议。
多数出席清乡和工程人员虔诚拜拜，为台南中西区的内大楼的拆除工程祈求平安。这栋防烈者危险建筑的指标大楼，才正式展开拆除作业，按算设计几句的入来。不过，经大楼主委出面骗秀市府，无经过参详，嘛无调开说明会就硬要拆。伊个主张7楼以下有经过鉴定是安全无问题，讲到时若是硬要拆，绝对会出来抗争。你市政官有做这个动作，就拢无的，你要拆偌济就是偌济。 哦，这费时间袂分开，哦，但我的部分就爱交800几万了。一生的业绩拢是险，我厝好好你挑，我都搁赔你800几万，世间敢有这个道理？附近的店家嘛有牵连到，一方面因烦恼大楼结构安全性，惊工程若做落去会拖几个月，生理会受影响。今有等下地震或者是台风的时候，会有一种掉落物啊，很无奈了。啊，我不会说啊。 所以无奈，反正讲影响到生意就对啊。那一定是会的吧？这栋大楼长期欠管理，有地下室积水引起天高级的记录，外墙进程嘛捌太路落来。去年底当嘛，互土木技师工会鉴定，竟要出现严重的钢筋损害。台南市干部局讲，工程分2阶段，7月先针对12楼至7楼进行室内拆除，落尾下面会出动怪手，兼配合交通管制，目标赶伫年底进行完工。剩下的东西如果他们没有移走，我们到时候还是会清除掉。其实我们这个在法院上已经有攻防过了，我们要请那个到时候要真的要开始做拆除的时候，我们还会再通知他们。干部强调，考量公共安全，已经完成招标甲必要听书，因为厝的所有权人不愿意家己处理，目前估算4500万的拆除费用由政府承出，后续会依法向所有权人讨这笔。那这栋以前因为地动造成大家惊吓，本来也是爱面对拆掉的命运。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中协议中心对去年底寒流开始就一直欠货，目前 O 型和 A 型的货拢是无到7天的安全库存量。中华调业者举办关会送乌鱼子的活动，成袂少人来关会。台湾协议基金会就表示，说来是清明连假，大家人拢会去佚佗或者是陪伴，时到关会人少，到时可能会阁欠。关会车外口有袂少人咧排队，拢是要来关会民众。台中会议中心为去年底寒流开始，一直拢有欠货情形，佮加上旧历过年年假长，中部货库的存量到今一直拢无提升到安全的库存量。这回中华有业者举办关会送乌鱼子活动，要来响应关会。重点是算关会吼，帮助民众安尼。关会是一个最好的活动，会使又可以领赠品，又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民众哦，要来关会爱付出，所以咱用乌鱼子来甲感谢。民众比手关会一地，救人一命。台湾会议基金会表示，中部的货库主要供应予台中、彰化、南投、云林等4个县市的病院，一日需要1800地量。但是统计到拜三透早，其中 O 型的货敢若剩4.6天 ，A 型的货6.6天，拢无到7日的安全库存量。可能延续的是去年天气寒冷，然后过年比较多天的一个假期，整个量没有提升起来，这样延续下来，在一个最基本的7天的量还是不足的。台湾会议中心指出，根据气象预报，刷落来可能会落雨，加上清明连假，民众会去陪伴，也是安排佚佗。时到关会人若少，可能会愈欠货。关会中心鼓励符合条件的民众会当定期关会，共同维持医疗用货的稳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为了要培养新一代戏剧演员，团结中心推动民间戏剧提升计划。这寡少年辈演员也准备要伫咧4月推出成果表演。接落来，台湾戏剧中心会替这寡演员举办连续1个月外台戏表演，而且佫邀请这小正大来遮摆搭，要打造传统的庙口文化。朱坤科伫正经考试的时，去互这八兄弟杀害伊的老母和看手，开始过流浪的生活。
最后无想到讲主困苦既然无死，一家伙仔团圆做伙拄着歹人，这出戏号做人情会舞。灵堂会着母亲安尼，算是一出真感人、真感动的戏出，嘛是较早吼，迄个阮阿嬷郭明珠他们那个时候很经典的一出剧嘛。拍破传统布袋戏的表演形态，袂输咧拍电动游戏，这是经营过电视木偶剧团带来西游闹天宫。为着要互民众亲目睭看到这挂表演，台湾戏剧中心伫咧规个4月份的拜6礼拜，拢有规划挂台戏的演出，拢总有8个剧团会带来表演，内容有歌戏、布袋戏和客家戏同欣赏。大戏棚，然后咱大家来遮做戏安尼，阮拢有字幕，所以若你的台语甲我共款无啥介好，也是你听无客语，迄拢无要紧。所有表演拢是请新人演员来搬戏，因是团结中心推动民间戏剧提升计划培养出来新演员。这届活动嘛算是因的成果发表会，现场有野台戏以外，阁有庙口的小食摊，希望会当互北部的囡仔体验台湾传统的庙口文化。记者台下林秀凯台北报道。台湾大学这基本中心有开台语课，分做是初阶台语甲正阶台语。上这门课要到10年的老师就表示讲，真侪来学台语的国际学生，除了是希望加了解台湾文化、亲近台湾的朋友以外，另外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厝内面有亲人就是台湾人。真侪国际学生表示讲，学台语的声调真无简单，有的人会透过看台语节目、唱台语歌来加了解台语。练习词一下，来，早起。早起时。老师讲一句，学生对得学一句，这是台湾大学语文中心开的台语课。有日本学生表示，伫日本读册的时，就知影台湾的语言除了华语，也有台语。但来台湾读册，因希望学台语来扣我甲台湾朋友的关系。有的人嘛会看影音作品，加接触台语。中文也是可以，算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之一。但是台语的话，用对方的母语的话，更容易做朋友呢，更容易关系变得更好。我有看过台语的电视剧，就蛮好看，所以这也是学台语的动机。也有来自法国的学生讲，因为伊的阿母是台湾人，希望以后通用台语甲台湾的亲人讲话，嘛强调台语声调变化会影响语速的意思，这是法语无的特色。这法文你是用你的口气来说话，所以用你口气就知道你可能比较累啊，比较生气啊，不要这些。可是台语是你不能变太多，因为变太多那个可能那个字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台大的台语课有分初级台语甲正阶台语，这门课甲要10年的陈鸿辉老师指出，会来学台语的国际学生，多数对台语罗马字的学习较无心理障碍，有当时也比台湾人学较紧。初级的部分当然就是爱先对基本的罗马字开始教，罗马字教了，然后较底句的先开始讲。当然咱是有一课一个主题啦吼。正阶基本上就是较长的句，然后佮补充较济。可能是咱的在地一寡风俗习惯啊，是啥物文化啦、歌谣啥物安尼。陈鸿辉表示，多数国际学生在学华语以后，有关有想要学台湾在地语言的热情。虽然欠缺语感甲语言环境，对因来讲，台语声调较歹学。不过，我靠罗马字甲变调规则来学有关系，会当下过这个难关。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伊朗战争造成油价抢悬，民生压力也变啊真大。美国总统 Trump 是做出对伊朗开战到今上届明确表态，伊就讲无论敢有达成协议，美军伫咧2-3礼拜内就会结束行动撤离。Trump 也拍算伫咧台湾时间初2早起发表全国演说，听见的希望也带动美国阿股大起。What is the plan to bring them back down? All I have to do is leave Iran, and we'll be doing that very soon. I would say that within 2 weeks, maybe 3. 川普30日面对记者关心油价问题，明确表示真应对撤军。伊讲，即马伊朗的行政权已经更加理性，美国也拍假伊朗无法度搞核武，所以是毋是达成协议已经无重要。即马是伊朗更加想要甲美国会谈。白宫表示，川普会伫初暗时9点，也就是台湾时间初2早起9点，就伊朗战术发表全国电视演讲。This new regime, because regime change has occurred, should be wiser than the last. President Trump will make a deal he is willing.
And the terms of the deal are known to them. 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无回应美国提出15点方案，也无提出家己的方案。伊朗敢会考虑结束冲突的协议，并接受地球停火。这场战争有来相关国际人员介绍，也为美国其中选举带来政治压力。路透社伊普所上新民调显示，66%美国受访者认为，就算无法度达成川普政府设定的目标，美国也应该赶紧为伊朗战争发生。另外有17%受访者坚持对付伊朗，长期冲突也无可惜。华尔街日报31报道，川普甲幕僚讲，就算荷姆兹海峡也伫咧封起来状态，也愿意大力结束这场冲突。佮暗示，若美军撤离，海峡对自动开放。美国受这篇报道鼓励拢大起，标普500指数甲纳斯达克指数拢创几个月来上大起的幅度，其安股也拢起，暗过原油继续也马上落落来。公司新闻是会长评析。就算美国一再强调已经把这伊朗的军事能力拢挥到差不多啊，不过这波斯湾国家却是继续受到伊朗的空袭，美军基地也是同款。上届新的事件发生伫咧沙烏地阿拉伯苏尼坦亲王空军基地，也包含空中加油机、空中预警机，拢互伊朗的飞弹或者是无人机攻击到。这伊朗也放掉啊，若准互这美军去带因的旅馆，甚至是饭店，因也去甲因攻击。American firepower is only increasing. Iran's decreasing. We have more and more options, and they have less. 差不多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话时阵，伫沙烏地阿拉伯的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佫传出美军军机去互伊朗崩歹消息。外电公布的规定相片显示，这台编号0005的E3空中预警机，机身中后段规个崩歹去，已经完全失去飞行的能力。画面上就是2025年由民间航空迷所翕的这台预警机，伫加州降落的情形。伊本来隶属奥克拉荷马州的552空中管制连队，2月份才调去中东支援，无意外煞飞伫伊朗的空袭。另外，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所公布的相片，伫预警机轰崩歹前几天，同一个基地嘛伫伊朗的空袭时，包括空中加油机这个军机，煞去互伊朗空袭毁损。虽然美军死亡的人数敢若10多人。比起伊朗的伤亡较少，不过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是美军伫中东战区正关键的运补一甲兵力投射中心。基地面临伊朗的飞弹甲无人机威胁，一定会影响美军伫中东的行动能力。另外，就是地面前的部分，美国放调出兵攻占伊朗石油出口的重要据点哈尼克岛，包括海军陆战队、陆军空降兵持续向中东伫集合。外电的分析指出，哈尼克岛毋是拢只沙土。是有真侪石油设施甲主体工厂的地区，美军要甲在地的伊朗守军做航仔路线，除了无法度避免大量伤亡，后勤补给嘛是大问题。伫45度的高温，成年人逐工需要4公升的水分，若是美军出兵5000人，逐工都爱20桶的饮用水，这也无包括食物，也甲战斗所需要的弹药。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讲到 Apple 这间公司，伫今年4月初，伊就是创立50周年咯。因的起家厝竟然是一间车库尔，想袂到单呢，是一间市值超过3兆美金的科技公司。那这电脑设备有突破，佮用 iPhone 改变全世界的通信市场。1976年，少年的贾伯斯甲沃兹尼克伫加州小商店车库组装头一台电脑。当时谁嘛无想到，这条苹果会真做改变世界的标记。虽然贾伯斯捌伫80年代因为权力斗争离开公司，不过1997年，因也亲像救世主共款重回苹果。And serve the people that have been buying our products since the beginning. Because a lot of times people think they're crazy, but in that craziness we see genius.And those are the people we're making tools for. 贾伯斯用真小的天才来形容苹果迷，也用创新设计改变市场，为 iMac 电脑推撒行动通讯大门。2001年的 iPad 改变音乐产业，2007年的 iPhone 佮以触控操作带动智慧型手机革命。不过，到伫个苹果伫市场大卖时阵，贾伯斯2011年煞过身。外界拢咧看失去灵魂人物的苹果，也会当行偌远。Today we're announcing Apple Music, the next chapter in music, and I know you are going to love it.
It will change the way that you experience music. 小联社推出 Apple Watch 加 Apple Music， 苹果开拓牵挂装备业务，营运长库克接受了后，佫推出技术升级。The M1 chip is by far the most powerful chip that we have ever created. It makes these Macs dramatically faster, provides all new capabilities with extraordinary battery life, and enables the Mac to run more software than ever. 即马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过3.6兆美金，为上起升的个人电脑到即马横看 AI 软体甲硬体的科技帝国，这粒苹果行过精彩的半世纪，后一个50年也佫会带予世界倒一种新奇，全球拢伫期待。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咱最后来看明仔载的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7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6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